落咗機之後，第一站我哋去咗柏港魚市場啦。咁呢一個魚市場咧係距離機場15分鐘嘅一個非常大魚市場嚟。如果第一次嚟沖繩嚟講咧，最推薦去翻柏港，因為呢度咧有最新鮮嘅海鮮啦，同埋有最平嘅海鮮嘅。咁如果你嚟到呢度啦，你可以見到有好多唔同嘅龍蝦啊，沖繩特色嘅野光貝啊，或者一啲刺身吞拿魚。沖繩咧係全日本第3大最大嘅吞拿魚市場嚟嘅。咁你可以喺沖繩咧食到最新鮮嘅吞拿魚啊、拖羅等等，而且好多店家喺呢一度咧，佢哋都係識講中文、識講英文，好流利，咁方便翻大家去到點餐啊，同埋會有即時嘅處理服務。咁揀好咗海鮮之後咧，佢哋店家除咗會整做刺身之外咧，你仲可以叫佢哋用中式嘅方法去煮啦，包括係炒野光貝啦，甚至乎幫你用龍蝦頭去煲翻一個粥都係冇問題嘅。咁驅車北上之後呢，我哋就去咗沖繩北部嘅呢一間民宿嘅。喺沖繩呢係一定要住民宿嘅，因為呢佢哋嘅民宿係非常之抵，同埋可以體驗到日本人平時嘅生活嘅。好似呢間屋咁樣啦，大概2400蚊左右呢，一晚嘅價錢，你就可以有開放式廚房啦、客廳啦、2層嘅住宿環境啦，同埋有2間房嘅。大概咧可以容納到5至到6個人左右嘅單位，咁你見到上下2層咧，其實佢哋都有廁所提供，係非常之方便。所以咧去到沖繩啦，都推薦大家去住翻呢一類型嘅民宿嘅。夜晚嘅時候啦，我哋就去咗 Steakhouse 88呢一間沖繩嘅連鎖式扒房嗰度食飯嘅。咁大家第一次嚟到沖繩咧，其實不妨去試一試沖繩嘅牛扒啦，因為沖繩咧喺2戰期間曾經係俾美軍去佔領過嘅。咁美軍帶咗美國嘅牛扒文化啦，或者啲西餐文化嚟到沖繩，糅合咗日本同埋美式嘅牛扒咧，你可以喺呢一度咧試到用美式嘅方法去整日本嘅和牛啦，甚至乎一啲漢堡扒都係非常出名嘅。咁大家嚟到咧，其實都可以試一試嘅。第2日啦，我哋好幸運啦，天氣好好。咁第2日咧，我哋就會編排去探索沖繩嘅北部嘅，尤其是係古宇利島呢一個係每一個去沖繩嘅人都要去嘅地方。大家嚟到古宇利島咧，第一站一定要去到古宇利島嘅海洋塔。呢一度係一個海洋博物館嚟嘅，亦都係一個古宇利島非常之大嘅瞭望台啦。佢哋咧可以俾你360度咁樣睇到古宇利島成個島嶼嘅一個景色。坐完觀光車，經過咗貝殼博物館之後咧，就會去到佢哋嘅觀光台嘅。咁佢哋有一個360度嘅環迴觀光台啦，咁可以睇到晒成個古宇利島嘅景色嘅。而佢哋嘅海洋啦，亦都係保養得非常之好嘅。呢個亦都係沖繩嘅一大特色之一，被稱為古宇利藍嘅淺藍色。
你可以見到啦，佢哋嘅珊瑚礁係非常非常之豐富嘅。上到樓頂呢，大家不妨去敲響呢度嘅幸福之鐘。聽講呢，敲響完之後呢，你之後嘅人生都會非常之美滿嘅。沿住小路呢，我哋就去咗古宇利島嘅其中一個景點，就係心形岩。咁心形岩其實係兩個海蝕柱嚟嘅，咁因為心形嘅特點啦，令到好多唔同嘅戀人都會嚟到呢度打卡嘅。喺退潮嘅時候啦，大家可以沿住心形岩嘅海邊去行啦，咁欣賞到沖繩嘅海岸線嘅。咁佢哋嘅水真係非常之清，非常之靚嘅。大家嚟到古宇利島咧，就一定要試下呢度嘅海膽飯嘅。咁今次又嚟咗呢間叫做 Shirasa 嘅食堂嗰度去食飯啦。咁呢一度嘅海膽係非常之新鮮嘅，全部都係喺附近嘅海嗰度撈上嚟嘅。價格大概係100蚊港紙左右啦。如果大家過嚟沖繩嘅話咧，一定要去古宇利島嘅。呢一個地方真係好靚，好適合大家可能停留大概1至2日喺呢度有個休息嘅。可以見到啦，其實日本政府真係好努力去保護呢個環境嘅。咁呢一度呢係好值得大家帶埋小朋友嚟啦。除咗話可以欣賞美景之外，仲可以教育我哋嘅下一代。咁離開咗古宇利島之後啦，我哋就沿路嚟咗名護市嘅名護鳳梨樂園嗰度玩嘅。咁呢一個係一個俾小朋友偏向小朋友多啲啦嘅遊樂場嚟嘅。咁佢裏邊咧有種咗唔同嘅熱帶植物啦，同埋唔同嘅生果啦。咁係一個偏向教育少少嘅樂園嚟嘅。咁喺呢度啦，你可以亦都試到沖繩嘅一啲特色水果，例如菠蘿啊，例如芒果等等。咁亦都會有沖繩嘅特色水果釀酒廠。喺呢度咧，你可以睇到晒佢哋成個水果酒嘅釀造過程啦，同埋佢點樣加工。咁嚟到呢一度啦，亦都有一個 tasting room 可以俾大家去試下呢一間釀造酒廠出嘅一啲酒嘅，包括係可能菠蘿酒啦、沖繩出嘅一啲紅酒等等。咁沖繩由於氣溫比較暖和咧，佢哋嘅酒係比較甜同埋易入口嘅，大家嚟到不妨可以試下。然之後去到後邊有佢哋嘅蒸餾酒廠。咁除咗話頭先講嘅一啲菠蘿酒啊、一啲餐酒之外咧，佢哋仲會出一啲高酒精濃度嘅一啲蒸餾酒嘅，包括係 rum 啊，可能 vodka 都可以試到嘅。咁作為手信帶翻去俾一啲中意飲酒嘅朋友，其實係非常之合適嘅。去到夜晚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嚟咗呢一間叫做大家之鄉嘅餐廳度食飯啦。咁呢一間餐廳咧係一間專食亞古豬火鍋嘅一間餐廳嚟嘅。呢一間餐廳咧有差唔多成個香港動植物公園咁大。咁佢哋用日式嘅和風庭院設計啦，咁俾佢哋嘅食客咧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啦，欣賞到唔同嘅和風庭院。有河流啦，有啲人造山啦，或者有啲嘅湖景啦，咁佢哋都會做咗出嚟嘅。甚至乎咧，呢一間餐廳有佢哋自己嘅一啲寺廟。
佢哋嘅餐廳咧，亦都會歡迎我哋嘅人客啦，帶住自己嘅酒入去飲嘅。咁喺頭先菠蘿園買嘅酒咧，亦都可以喺呢一度試到嘅。咁其實我都係第一次食沖繩嘅亞古豬嘅，咁講真我都有 surprise 嘅，因為咧佢哋嘅沖繩亞古豬咧，的確係養得非常之好，啲肉質分佈啊同埋油脂分佈都係攞到個好好嘅平衡。大家嚟沖繩嘅話咧，一定要試下呢度嘅亞古豬啦。咁我首選推薦咧就係嚟翻呢一間叫大家之鄉嘅茶茶鍋專門店。咁第一、第二日嘅行程就完咗噶啦。咁嚟到呢度咧，我會話古宇利島同埋大家之鄉咧係必去嘅地方嚟嘅。咁至於剩翻落嚟嘅景點啦，大家可以因應自己嘅行程同埋時間去編排翻。嚟緊啦，我會繼續更新我哋嘅旅程啦，俾大家睇下如果第一次去沖繩有啲咩景點係必去嘅，咁大家可以跟住我哋去呢個旅行啦。咁如果你中意呢段片咧，歡迎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去支持我哋嘅。